2025銀河娛樂澳門國際馬拉松交通安排。賽事將會喺12月7號清晨舉行，比賽於當日早上6點正開始起跑，於12點完成賽事。賽事喺一條封閉嘅比賽路線中進行，起點同終點分設喺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運動場。賽道將於12月6號星期六晚上11點起實施有限度通車，並於12月7號星期日凌晨4點半開始封閉賽道，禁止車輛通行。期間，由於加勒比總督大橋來往氹仔同澳門方向，同西環大橋氹仔往澳門方向將用作比賽路段，請市民盡量使用友誼大橋往返澳門半島同氹仔。而往返路氹人士可選擇從機場大馬路或路氹金光大道通行。為減低對道路使用嘅影響，賽道將分段解封。加勒比總督大橋喺6點封閉，7點10分重開。運動場圓形地同柯維納馬路近馬場一邊2條行車線喺4點半封閉，7點半解封。澳門區比賽路段將會喺9點半解封。而西環大橋氹仔往澳門方向路段將會喺10點重開。蓮花海濱大馬路近單車徑一邊、和諧圓形地及西堤圓形地一帶路段將於12點45分解封。而望德聖母灣大馬路同賽道餘下路段將會喺比賽結束後陸續開放。賽會呼籲市民留意相關臨時改道措施同及早安排出行路線，並留意現場改道指示牌同聽從現場交通警員嘅指示。最後，參賽者同相關工作人員可以使用夜間巴士到達比賽場地。如果有需要嘅市民，可以選擇轉乘服務方式前往。詳情請瀏覽賽事官方網頁 www.macaumailphone.com。多謝各位。